钱是咩？你甲小坑阮小姐，阮小姐伫昨暝日哭到即阵，伊讲要写我为你。哈？做尼姑？连君，你为啥要做尼姑呢？小红爷，这都要问你家己啊。小红爷。当大家拢嘛安尼讲，我才无相信这是误会。哎呀，玉珍啊！小王爷，既然是大福晋注定要互你甲明伦君主定亲，你哪敢讲唔从呢？看来只要是互阮小姐去做尼姑好了。连君啊，美丽情丝切那目间呐，请听上喜妇啊言，主将错记你的用啊面，利用伊啊难免分忘牵，千娇别离不动心嘛，唯有对你情至深，命啊为情错，为好情。我句句言语大是真。连君啊，看你的目在泪淋啊淋，可愿对我笑的银啊银你那为你呀是坚定，上只好写我去的为情。小红爷，唔通啦！小红爷，你是有咧甲我讲笑啊无？你是一个当当的王爷，敢真是会为着阮小姐写我去为情哦？连君，伊若莫去笑我为你，我就袂真落做伙想哦。小姐，敢讲你真是铁石心肠，甘愿互小王爷为着你去写我为情哦？卡古为着要得到我，
不但以文公主的性命来威胁我，也佫讲愿为我下发做回信。王位贵为王爷，竟然会是一个卑鄙的伪君主。如意做君常常无伫咧厝内，而且遮尔啊暗，还阁也袂倒转来，伊是会走去什么所在？大好姐，小王爷的性情豪爽，伊是真爱交朋友，无定着是甲伊几个好朋友斗阵去啉酒谈心啊。一个囡仔变，自从我决定要互伊甲明伦定亲了后，伊就变甲无啥爱甲我讲话，我总感觉伊好亲像伫咧闪爿。大好姐，小王爷伊迄样都真孝顺你，无定着是大好姐你多心。但愿是我惰心。我知影讲，伊无介意君主，然后，假使我若硬主张要互因定亲，是毋是会影响阮母仔囝的感情？你做你讲无要紧，你比我较了解。搁较若讲，你嘛是亲母仔囝。大好姐，免紧张，在遮也无外人啊。何况话是我讲的，也毋是你讲的，你是伫咧惊啥物？讲啊！假使我若是硬逼伊定亲，是毋是会影响阮母仔囝的感情？会。大好姐，小王爷的性情你也真了解。伊表面虽然随和，也毋过伊心肝内是真倔强。假使讲你若硬逼伊甲明伦君主定亲，就算讲伊勉强来倚仗你，也毋过伊心肝内依然会甲你反对到底，不但会影响恁母囝的感情，也害着明伦君主一世人啊！明伦品貌无双，毋知倒一点你互无解。也若无，伊就是另外有心肝内有意中人。原来怎讲？如意总是我的囝，我决定的代志，一定爱遵照。我一定要互伊娶明伦君主。阮实在真有福气，如意为着伊，竟然派专使到南方，采取丁伟武。这种情情，甲明伦一世人，恐惊也无法度通我直直。
必甲君主请安。清安，我若莫甲你叫，你就已经你要走啊？敢个会晓清安？恁主人是安怎咧甲你教？是安怎一点仔你嘛都毋捌？奴婢该死。顺安，恁主人是啥物时阵买下即座美轮美奂的金楼？是要互啥物人住？佮在这个庙门是要谁人看哈？这，这小的毋知影，我啥物代志都拢毋知影。哼，你毋知？我甲你讲，这一切拢是为着当年君。哎哟，啊你若逐项知影甲遮清楚，你，路易，路易，你想袂到我会来遮吼？想袂到，想会到你会来，我会徛喺大门口甲你迎接。顺安，在你去楼上看讲，迄个朱莉、甲警长、古董、二位拢总准备好势未？是。路易，我毋知会用叫了你淡薄仔时间，问你几句话无？请问，金楼花新气象，甲大天光调动了，满顶了梅为水晶，为水安排一个温柔乡。何必明知曲高文，一切全为当年君，莫非英勇志气大，将伊难过美人关。
这个囡仔吼，实在是有影真惨啦哈！明知影讲人有人伫咧甲伊监视哦，伊牵牵啊要出去，毋过若是去互官兵甲伊杀去哦，看要安怎就好啦。局长啊，变仔伫咧讲，伊头壳要出去的，伊若是去互马春生甲伊掠去上好，伊就会用问马春生讲，到底表嫂伊是甲伊藏伫什么所在？唔爱，又搁是当联军，啊明知影讲哦，联军即马都也无消息啦，啊人也已经嫁互别人啊，伊牵牵啊就要搁出去找啦，实在是有影足糊涂的，有影真糊涂啦。局长啊，你莫搁再生气啊啦！今仔若是倒转来，啊无，我才甲伊囥啊。若是讲吼，黄坡啊，这个囡仔吼，实在是有影足无福气的啦。啊，你这查某囡仔生做乖、敖、水搁巧，啊伊都无爱，毋知是安怎样偏偏去爱着迄个当年军，到底是有啥物？哎呀，实在。敢是顶一摆拍来迄个姑娘？你会记伫阁袂歹，竟然还阁会记得我。文公主，我咧要讲你时常是来这个所在，所以才贸然来遮找你，想袂到阁会当伫遮拄着你。姑娘，我甲你素不相识，你找我有啥物代志是？你莫管我是啥物啦，因为我有消息伫要甲你讲。我想真久，自从你顶回伫迄个石碑上，第这首诗甲伊看来，分明你是来这个京城去找当年军，对无？无毋对，姑娘，莫非你知影当年军住伫什么所在？知影。姑娘，拜托诶，你紧甲我讲好。你莫着急，也毋过你著爱先甲我讲，你甲当年军是甚物关系？姑娘。你真痴情，可惜当年军已经变心啊！你讲啥物？因的心房就在龙门国，当年军就要甲陆亲王成婚了。